夜景会更漂亮。花灯主要就是看夜景。花灯主要是看夜景。哎，花开了呢。哦，夜景会更漂亮。你看那个桨呢？你看这个桨呢？你有没有注意看到这个是桨？啊，对面的花开了哈，保时捷花园哈，你看很美很美。这个是倒影，你看，你看那个胶片哦，如果做成漏斗形，然后下面是投影，投影的电脑荧幕，那就可以做成这个倒影。哦，这个夜景很美，夜景哦可以看到一个地球，一颗球，不过转动方向好像相反。你看用那个，如果用透明胶片做成那个漏斗形，哎，它还是一半而已的，漏斗了一半而已，就可以做出倒影了。
下面的荧幕，然后投影上来，竟然产生那个影像呢，影像就在空中。正前方那叫冰山的眼泪了，主要是看夜景啊，夜景啊，冰山的眼泪，各种灯光、色彩的变化。有一块那个田，有一块地，然后种蔬菜，种水果，你看，很惬意啊。有在飘了，你看，风一吹有在飘动了，然后夜景更美，叫做冰山的眼泪。正前方这个叫小鸡啊，啾咪。南华大学是没戏。原来南华大学的学生做的作品，这个叫水上景。南华大学的呢，是没戏。南华大学学生的作品，很有创意。夜景比较美了，夜景比较好看，看夜景比较好看。这个夜景会更美。这可能是像一条龙，夜景会很美，亮光。晚上会亮光出来。可能这个是有龙的造型的意思。托尼的湖，托尼的湖。原来托尼的湖是这个了。你看那，就像蝙蝠造型的小灯笼。夜景很美啊，灯会亮。然后长长的像一条龙。这里有凉风，凉风吹来。前方你看婚纱拍照的，你看穿那个结婚礼服，婚纱拍照的，你看有看到正前方画面正前方，那女生呢穿那个白纱礼服的，拍婚纱照的，你看到那个夜景港灯节这个场景，这边拍，如果夜景会更美，夜景有灯光变化更美。正前方那个南荣科技大学，南荣科技大学。
哦，那个夜景会更美。夜景有各种灯光色彩的变化，会很美。啊，你看夜景的灯光很美。然后正前方那个桥下面，还会有无限那个鲸鱼的影像呢，很有创意啊！你看铺草皮是这样子的，韩国草的草皮是这样铺上去的。哦，正前方是南荣科技大学，盐水的南荣科技大学。正前方看到那个是炮台，炮台。那附近都有庙了。哦，正前方南荣科技大学。有新开拓出来的，有新开拓出来的。那附近还有庙啊，还有古老的房子。那叫做汤圆君啊！你看桥上面那圆圆的，像汤圆，叫汤圆君，像个月亮。哦，月港湖湾宫。哦，你看正前方，你看水中的东西竟然可以做出那个鲸鱼的影像啊！晚上啊，倒影，鲸鱼的影像的倒影，鲸鱼的影像到底是用什么方法做出来的？哦，从桥上面这样观看，视野很广阔，很清楚。湾宫就在这边哦。哦，你看啊，那个晚上哦会有无限那个鲸鱼的影像啊，灯光啊可以创造出来。它是什么公屋啊？哦，你看这个在种菜了。啊，这边很会种菜，你看，种菜要有浇水的，有地下水可以浇水，不然就是可能是北京港的水。哦，你看那种菜的。
哦，你看夜景很美呢。你看这个种菜可以种的这么茂盛啊，种的这么好啊。种菜可以种得这么茂盛啊，看啊，芫荽哦，是那个什么大陆妹呢，还是菠菜？哦，好多种菜啊！哦，对，种菜种的这真好啊。夜景会更美。哦，这个种菜可以种的这么成功啊！种菜可以种的这么好。哦，你看一条一条的，一条种一种菜。哦，可以种的这么好，可以种很多种菜。这叫生生不息啊！正前方那个象征森林。哦，这边种菜的很多呢。很有创意啊！哦，已经干，你看，完成那个这个啦，这个弯向下弯呢，像一弯的月亮，叫月经港。然后值得尝试，你看水月桥啊，最问行昌路哦，桥南老街啊，兴隆桥相关位置哈，盐水桥啊，务必宫妈祖庙啊，八角楼哈，六向右向东点心城，现在向南永城戏院，往左边镇公所农会天主堂，哦，往西边大众庙的那月经港古代码头遗迹呢，在大众庙那边，庙西边。西南边朱贤宫的哦，它的旁边就是月经国小，月经国小往北才是盐水国小，那武庙路往北就是武庙盐水武庙，元宵节前后还有元宵节当天放风炮的很有名的地方。哦，种菜，它这个香蕉哈，香蕉你看，正前方看到香蕉垂下来，哦，这种菜可以种的这么漂亮，你看。种子撒上去要盖那个哦，盖那个网子啊。哦，你看看，水都要浸泡的那么湿，要种菜的水要浸泡的那么湿，要灌溉土那么湿。哦，原来种菜土要那么湿啊。然后撒种子以后要盖那个网子，才不会被鸟把种子给吃掉。哦，学人家种菜哦，这个玉米长得很好。哦，有这片那个广场，有这片土地建别墅，你看
很有创意啊！这到底什么花？好像灯笼呢，吊那个花好像灯笼。晚上还会有亮光的呢。很有创意啊！哎，哪呢？这个叫生命原理。哇，花很美哦，花开了啦！哦，还差几天而已，花就开得这么美了。哦，看花开得很美。我看到花海了哦，波斯菊的，波斯菊花海了。夜景更美，夜景有各种光彩，夜景很美。哎，这个像蛋形的，你可以坐在上面然后拍照，夜景啊，也很美。要有灯光呢，变化，夜景很美。哦，你看花好美，哦，这花好美，哇！你看哦，正前方南荣科技大学，那个盐水的南荣科技大学，你看那大楼左边有一栋琉璃屋瓦的琉璃屋瓦，那可能就是什么53将军庙，印象不太清楚，好像叫53将军庙。很美很美，水晶世界是这个吗？哦，花美，花很美，花很美啊！这个叫孵蛋啊，嘿嘿，这个叫孵蛋，这叫孵蛋。水星，
水星，水星，哦哦，花开了，花开了，好美。哦，这金龟啊，这南瓜，南瓜就让它就地爬，不要管它了，就让它就地爬，不要管它。美美的哈。哦，过了那个桥，往东还有很多嘞，往西啊，往西还有很多嘞。那叫彩虹云啊。哦，夜景那个灯光，夜景灯光更美。夜景会更美啊。哦，那个花海，哦，你看，向日葵的花，哦，装点的这么漂亮，哦，杨柳，垂杨柳也很漂亮。哦，向日葵，你看啊，五颜六色花海啊，哦，看人家怎么栽培的，就临时栽种的，一盆一盆小小盆的10块钱就很美了。哦，还可以有造型，你看这个是有造型的，有造型图案的那种。正前方黄色那个是向日葵，哦，也很美。向日葵也很美。这都有创意的哈。这个呢，保丽龙不可能啊，两个是水泥块的了。保丽龙的话太轻会被吹走。哦，这个晚上还有表演的，20分钟一次。哦，这叫光电秀吗？不是啊。哦，法国艺术团队的作品呢？法国艺术团队的作品哦，那个法国艺术团队的作品，原来这个不是光电秀，是法国艺术团队的作品。那光电秀是在哪里？是这个吗？是这座桥的吗？这座桥上面的装置吗？不然怎么有光电秀的名称出来？哎，这边不能过去的嘞。哦，这夜景很美，还有表演的嘞，还有你看还有音乐、灯光、声光，盐水已经港哦。过了这座桥往那个左边还有很多嘞。哦，这夜景还很美，夜景啊，不同颜色的灯光。哎，正前方看到庙呢。啊，慈德禅寺的，盐水的慈德禅寺的，它前方就是月津港的水域了。然后过了这座桥往东哈，你看还有展览区呢。远方正中间看到那个
大楼，那是南荣科技大学，盐水的南荣科技大学。还是要翕翕日子的，感恩啊，谢谢。